今日我哋要探討一個核心問題：參與呢一個事業嘅真正意義係啲乜嘢呢？呢個唔單止係一份事業，更加係一趟蛻變之旅。我哋唔單止係銷售產品，而係引導每一位夥伴完成一趟深刻嘅個人蛻變。BHBL 系統嘅初衷係為咗每位參與者提供一張清晰嘅事業藍圖，幫助我哋從潛在客戶穩健地跨越各個成長階梯，最終成為具有深遠影響力嘅領袖。呢個係一趟從平凡走向卓越嘅旅程。喺深入探討系統之前，我哋必須先建立一個核心觀念。呢一個觀念非常簡單，卻極其深刻。成功唔係向外求，而係向內收。呢個係乜嘢意思呢？當我哋致力於成為一個值得信賴、充滿價值嘅人時候，財富同埋人脈會水到渠成，自然會聚。呢個唔係心靈雞湯，而係整個系統嘅底層邏輯。當你真正內化呢個觀念，你會發現事業嘅推進變得自然而然。等我哋睇下呢趟蛻變之旅嘅完整路徑，從潛在客戶去到領袖，我哋會經歷6個清晰嘅成長階段。第一階段，潛在客戶，呢個係一個完全未接觸過產品嘅人。第二階段，用家，開始使用產品，初步體驗價值。第三階段，愛用者，深度認同產品，建立忠誠度。第四階段，分享者，主動向他人分享產品嘅體驗。第5階段，經營者，系統化咁建立自己嘅事業。第6階段，領袖，具有影響力，能夠帶領團隊成長。呢6個階段構成咗我哋事業發展嘅完整階梯，每一步都係至關重要。而家請想象3個緊密相扣、持續轉動嘅齒輪，呢個就係我哋事業成功嘅完整地圖 BHBL 3環系統。每一個齒輪代表住一個核心階段。第一環藍色嘅細齒輪代表學習，呢個階段關於健康、教育同埋忠誠轉化，目標係奠定事業嘅基石，將潛在客戶轉化為終身愛用者。第二環黃色嘅中齒輪代表成長，呢個階段關於文化、信念同埋行動力，目標係點燃分享熱情，克服恐懼，從愛用者成為經營者。第三環綠色嘅大齒輪代表收益，呢個階段關於策略、動能同埋領導力，目標係引領團隊動能，從個人行動升華為集體力量。呢度有一個關鍵嘅重點，3個齒輪唔係獨立運作，而係同時進行，互相驅動，缺一不可。一個穩固嘅學習基礎係推動成長嘅動能，而深刻嘅成長就必然帶嚟豐碩嘅收益。呢套系統將幫助我哋精確診斷目前嘅事業卡喺邊一個環節呢？下一步我哋又應該點樣繼續前行？等我哋深入第一環藍色齒輪學習，呢個階段有2個核心價值。第一個核心價值係教育會員點樣將產品融入生活，令自己同埋家人越嚟越健康，實現產品買翻嚟係物有所值，甚至乎係物超所值嘅體驗。呢個係建立忠誠度嘅第一步。當會員真正感受到產品帶嚟嘅價值遠超於佢嘅價格嘅時候，忠誠同埋持續消費就會油然而生。第二個核心價值係理解9次接觸理論。研究顯示，大部分人需要接觸一項資訊平均9次，先可以真正內化為知識，並且建立信任。從廣告、朋友介紹去到工作坊嘅學習同埋親身體驗，每一步都係轉化嘅關鍵，每一次接觸都係建立信任嘅橋梁。所以唔好因為朋友第一次、第二次冇購買就放棄，持續嘅教育同埋接觸係建立信任嘅必經之路。喺度分享一個成功秘訣 ABC 1、2、3，要喺呢份事業取得長期成功，秘訣就係每日要堅持做呢個 ABC 1、2、3行動，包括每日發布一則社交媒體貼文，建立個人品牌。關鍵係要主動同朋友嘅文章按讚、比心、留言互動，其他人先會睇到你嘅分享內容。第二，每日要進行2次事業或者產品嘅介紹，重點令對方明白，唔需要抱住一定要招募嘅心態，咁樣開口會更加輕鬆。第三就係每日將3位新朋友加入你嘅聯絡名單，例如 Facebook、WhatsApp 或者電話等等，每日只需要投放30分鐘去做呢啲事情，堅持到底，成功係必然㗎。為咗實現學習嘅目標，我哋運用3大理論基礎進行教育，等產品真正融入生活。第一個理論係4腳理論，呢個理論提供全方位嘅健康基礎知識，建立穩固嘅健康觀念。我哋教育會員點樣利用產品支撐日常身體機能，就好似一張台需要4隻腳先可以穩固一樣。第二個理論係好心情理論，呢個理論強調產品對情緒管理同埋心理健康嘅積極作用。我哋幫助會員利用產品成為情緒嘅主人，而唔係被情緒控制。第3個理論係排毒理論，呢個理論教授點樣正確使用產品進行身體淨化，減少生活負擔，令到會員學會身體淨化嘅正確方法。呢3個理論相輔相成，構成咗完整嘅健康教育體系。關鍵成果係啲乜嘢呢？只有當會員學會全面實踐呢一啲理論嘅時候，佢哋先會從單次消費轉為終身愛用。呢個就係第一環學習嘅力量。當用家愛上產品，認同公司同埋團隊文化嘅時候，黃色齒輪成長就會開始加速運轉。呢個階段嘅目標轉化係啲乜嘢呢？係引導愛用者克服內心障礙，蛻變為充滿喜悅嘅快樂經營者。但係呢個階段會遇到一個核心挑戰，就係好多愛用者都會害怕別人嘅眼光，遲遲唔敢邁出分享嘅第一步。呢啲係人性嘅自然反應，我哋都曾經經歷過呢一種恐懼。咁解決方案究竟係咩呢？我哋需要建立深層嘅信念同埋文化認同。當我哋打從心底相信公司、相信產品、相信團隊，更重要嘅係相信自己都可以做到嘅時候，呢一種恐懼就會逐漸消失。咁樣會啟動一個強大嘅成長循環。行動例如大膽開口分享，定期舉辦工作坊，不斷累積經驗，經驗建立信心，信心驅動重複購買產品，最後凝聚為不可動搖嘅信念。從每一次嘗試中累積實戰經驗，無論成敗都係成長嘅養分。將呢一啲經驗轉化為內在嘅底氣，逐步建立起專業嘅形象同埋自信，信心就會推動持續分享，進而促進客戶回購同埋忠誠，最終會令你真正成為一個有自信嘅經營者。
等我哋深入理解一下黃色環嘅3大核心元素。第一個元素係信念，我哋需要建立不可動搖嘅信心，咁樣包括相信公司文化同埋產品嘅價值，相信團隊嘅支持系統，但係最重要嘅係相信自己亦都可以做得到。當你真正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嘅時候，你嘅能量場就會完全唔同，你嘅分享會變得自然而有嘅感染力。第二個元素係文化，我哋需要打造歸屬感，建立深厚嘅團隊文化認同，等每位夥伴都可以感受到支持，克服害怕別人眼光嘅心理障礙。喺一個有強大文化支持嘅團隊入邊，夥伴唔會感到孤單，因為佢知道背後有整個團隊係支持緊佢。第三個元素係行動力，咁樣會啟動成長嘅正向循環。行動帶嚟實戰經驗，經驗建立信心，信心會驅動持續重複使用產品，繼而建立深厚嘅信念，相信產品能夠對自己嘅健康有正面嘅影響。而家等我揭示一下整個系統能否順暢運轉嘅關鍵秘密。喺第二環成長嘅階段，有2個重複行為至關重要，一個係重複購買，另一個係重複行動。重複購買連結住第一環同埋第二環。當愛用者因為深刻嘅產品體驗而持續回購嘅時候，第一環嘅教育成果就成功轉化為第二環嘅忠誠基礎。重複行動就連結住第二環同埋第三環。呢度嘅重複行動包括不斷開口分享自己嘅故事，持續舉辦工作坊，定期進行團隊活動。每一次嘅重複行動都係累積經驗、建立信心，最終推動我哋進入第三環嘅領導力階段。如果冇重複購買，第一環同埋第二環就會脫節，齒輪停止咬合；如果冇重複行動，第二環同埋第三環就無法聯動，整個系統就會失去動力。呢個就係點解我哋會話3個齒輪必須緊密咬合，同時轉動，缺少任何一個重複行為，整個系統就會停滯不前。當你擁有穩定嘅消費群同埋分享者，事業就會進入綠色齒輪，收益與領導力。呢個階段嘅核心轉變係啲乜嘢呢？係從個人行動升華為集體力量，唔再係單打獨鬥，而係令到一群人共同滾動齒輪。我哋嘅角色亦都發生咗深刻嘅變化，從領袖提升至具影響力嘅領袖，從被影響者轉變為主動影響他人。呢個階段嘅關鍵係在於創造推動力，一種熱情澎湃嘅團隊氛圍同埋不可阻擋嘅前進動力。當整個團隊開始協同作戰嘅時候，產生嘅力量係個人行動力嘅數十倍，甚至係數百倍。綠色還有2大執行策略，第一個策略係謙卑服務，卓越嘅領導者懂得先給予，凡事先想到別人嘅需要，呢個係一個角色嘅根本轉化，從被影響者轉變為主動去影響別人嘅人。當你開始主動服務他人、成就他人嘅時候，你嘅影響力自然擴大。第二個策略係速度與熱誠，呢個包含3個關鍵行動。第一，透過小組互動確保資訊傳遞嘅深度，同埋每個人都真正理解同埋吸收。第二，速度越快 ，OGV 亦都增長越快。喺團隊建設入邊，速度就係動能，動能就係成果。第三，不斷分享喜悅，維持團隊高能量嘅狀態。當團隊充滿正能量嘅時候，每個人都會被呢一種氛圍感染同埋推動。記住呢個公式：迅速行動推動團隊，團隊擴大影響力。而家你可能會問，道理我都明白啦，但係具體應該點樣做呢？當你睇住呢3個環，心裏邊可能會有啲茫然。我知道要建立信念、打造文化、採取行動，但係第一步應該點樣開始呢？每一步應該點樣走呢？呢啲正正係好多夥伴面臨嘅困境。理解咗系統嘅邏輯，但係唔知道點樣將佢轉化為每日嘅具體行動。呢啲就係點解我哋需要一套清晰嘅行動藍圖。我哋將3環系統轉化為12個可執行嘅步驟，每一步都有明確嘅目標同埋行動方向。呢12個步驟唔係隨意排列㗎，佢哋係嚴格按照3環邏輯設計嘅實踐路徑。我哋睇到分享、主動接觸、考慮體驗、初次購買、建立重複購買習慣、建立信念、採取行動、積累經驗、提升信心、執行速度、形成動能、傳遞興奮感。你會發現呢12個步驟環環相扣，前一步嘅成功係後一步嘅基礎。但係請記住，呢個唔係一條單向嘅直線，而係一個持續循環上升嘅螺旋。當你完成第12步，培養出新嘅領導者嘅時候，佢哋又會從第一步開始帶領新嘅夥伴進入呢一個循環。呢個就係倍增嘅力量，呢啲就係系統嘅魅力。每完成一個步驟，你就離成功更近一步。當你完整走完呢12步，你會驚訝地發現，原來呢3個看似複雜嘅齒輪已經喺你嘅實際行動入邊自然轉動起嚟啦。如果你發現業績停滯不前，問題好可能出喺藍色環，等我哋逐一診斷一下。第一個瓶頸卡喺第1到第2步，冇人詢問，診斷係乜嘢呢？係缺乏熱誠，或者過於擔心被當作推銷，導致分享唔自然。解決方案係重新找回初心，分享最真實感人嘅個人故事。當你嘅分享發自內心嘅時候，人們都會感受到嗰份真誠。第2個瓶頸卡喺第3步，問咗卻不買，診斷係乜嘢呢？提供過多嘅冰冷資訊轟炸，但缺乏溫暖嘅真實見證。解決方案係提供具體嘅見證，並且真誠邀請對方親身體驗產品。見證嘅力量遠大於資訊，因為見證嘅連結係情感，而情感會驅動決策。第3個瓶頸卡喺第4到第5步，買咗卻不回購，診斷係乜嘢？係缺乏跟進，客戶未被納入教育系統，唔識得產品嘅價值。解決方案係務必立即將客戶加入教育群組，加強售後嘅服務同埋關懷。
呢度有一個關鍵嘅提示，若果出現業績問題，請務必回到藍色環，加強健康教育同埋基礎溝通。基礎不穩，後邊嘅一切都會搖搖欲墜。如果你嘅問題係團隊規模無法擴展，請檢查黃色環與綠色環。第一個瓶頸，夥伴不願分享。診斷係乜嘢？係信心不足，夥伴活喺被拒絕嘅恐懼幻想入邊，唔敢踏出第一步。解決方案係建立對產品嘅信任，回到黃色環，協助夥伴克服心理關口，建立深厚嘅團隊歸屬感。當夥伴感受到團隊嘅支持嘅時候，恐懼會逐漸消退。第二個瓶頸，做幾次就放棄。診斷係乜嘢？係目光短線，冇意識到經驗累積嘅價值，遇到挫折就退縮。解決方案係要調整成長心態，將每次嘅嘗試視為經驗嘅累積，強調經驗大於結果，因為每一次嘗試，無論結果係點樣，都係為未來嘅成功累積本錢。第三個瓶頸，團隊欠缺活力。診斷係乜嘢？係缺乏連結同埋熱情傳遞，團隊氛圍低迷，缺乏動能。解決方案係要創造連結同埋興奮感，回到綠色環，主動創造連結，積極分享成功嘅喜悅。呢度有一個關鍵嘅提示，當團隊成長受阻，請回到第一或者第二環，加強文化信念嘅輸出，並且實踐領袖嘅謙卑服務。而家等我哋將整個系統串聯起嚟。第一環細齒輪代表學習培養用家，第二環中齒輪代表成長培養經營者，第三環大齒輪代表收益培養領袖。呢度有一個關鍵嘅心法，亦係整個系統可唔可以永續運轉嘅核心，就係三個齒輪必須同時進行，不停要有新用家進入，先可以維持系統嘅永續運轉。如果我哋只係專注於培養領袖，但係忽略咗持續吸引新用家，系統就會失去動能。如果我哋只專注於銷售產品，但係唔培養經營者同埋領袖，系統亦都無法擴大。三環必須同時轉動，互相驅動，先係真正嘅永恆循環。各位夥伴，無論你而家係剛起步嘅用家，定係遇到瓶頸嘅經營者，請相信你並非孤單一人。當你依循呢一套系統，堅定地從學習走向成長，再邁向收益嘅時候，從潛在會員蛻變為具影響力領袖嘅精彩故事，亦都必將喺你身上真實上演。系統已經為你準備好啦，我哋而家就開始採取行動。